Hello，我係蘇德蘭，歡迎返嚟我個 channel 啊！最近唐詩詠就俾人影到喺佢嘅麵包鋪附近啊，行來行去啊，疑似係生意唔好喎。我哋一齊嚟睇下媒體係點樣寫佢嘅。TVB 視後唐詩詠2022年離開效力多年嘅電視台之後，成為脫毛者，跟住就去咗日本學烘焙。之後就同朋友夾份喺銅鑼灣嘅黃金地段開咗間日式吐司專門店。啱啱開張嘅時候呢，因為有明星效應，再加上呢，佢個牛角包係好似一粒色咁嘅，咁一開張呢就好生意，日日都排晒長龍，仲要限購。咁見到咁好生意，咁就心紅啦，逆市火速擴張。之後喺中環同埋沙田開設第二、第三間分店，但係而家開張1年之後啊，熱潮啊已經冷卻喎。最新一期嘅東周刊獨家直擊到喺銅鑼灣嘅旗艦店啊冇客，同之前啊人頭湧湧啊形成好強烈嘅對比喎。咁啊，貌似呢個明星光環同埋啲消費者貪新鮮咧，已經係貪新鮮試完個包之後咧，就冇乜興趣啦。咁我嚟睇下點解生意咁慘淡嚇。佢話記者啊直擊呢個麵包鋪啊，喺高峰時段啊，午市晚市嘅時候咧，啲伙計仲多過客，啲包擺晒喺個貨架度賣唔出。咁唐詩詠本人呢，近日亦都嚟到間鋪頭入邊，行出行入，自己做埋 sales，親力親為，咁就希望係可以睇下有咩辦法可以增加下啲生意啦。咁佢呢個麵包鋪咧，主打咧就係呢個牛角包吐司啊，一個包咧賣成50幾蚊嘅。咁好多網友咧就話係呢個價係貴到離晒譜啊，離地啦嚇，同埋覺得唔值咯。試過之後，咁所以咧就冇咩回頭客咯，好多都係第一次啊嚟試下新鮮咁就算啦。咁講真啦，以而家咁嘅市道，50蚊賣個包，以前大家揾到就話啫，而家個個都勒緊褲頭慳住使啦，50幾蚊買個兩餸飯都唔使50幾蚊啦，仲有肉有菜有飯，仲健康又經濟實惠啲啦。咁希望佢嘅生意可以有改善，可以有回升啦。咁接住落嚟，我哋睇下江美儀嘅新聞啦。無線 TVB 近日喺深夜時段重播經典嘅台慶劇《名門望族》個收視竟然仲高過而家播出嘅嗰啲新劇啊！反而啲人追咧，而家係追深夜時分嗰啲以前嗰啲劇，就冇人追新劇嘅。咁其中喺呢出劇入邊做三姨太嘅江美儀咧翻紅喎。佢有一個好經典嘅一幕着住黑絲襪大跳性感豔舞挑逗劉松仁而家又喺網上重新 hit 翻，成為全城熱話喎。佢咧喺2009年由亞視轉投過嚟 TVB，江美儀一直都被視為係電視台嘅變色龍啊。點解會叫佢做變色龍呢？即係其實佢做好多角色都得嘅。做嗰啲失婚婦人又得，做嗰啲好強勢嘅女人，或者做師奶都得㗎喎。咁佢用咗10幾年嘅時間咧，由最初嘅配角得幾句對白，一路做到咧成為今日嘅視后。咁佢入行咧就超過30年啦。雖然佢唔係喺 TVB 嘅親生女，即係冇同 TVB 簽經紀人合約嗰啲咧，咁但係佢又憑實力喎，先後奪得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女主角。不過喺佢硬朗同埋串嘴嘅外表下咧，原來佢係患過抑鬱症㗎噃。佢唔止有抑鬱，仲有20幾年嘅驚恐症。佢話一病發嘅時候咧，佢係會呼吸急促同埋會暈低嘅噃，嚴重嘅時候。咁最近咧，佢就接受咗個媒體嘅專訪，同大家細數下入行以嚟嘅
經歷過嘅高高低低，同埋咧話如何依靠呢個信仰咧學識放低嚇，同埋錫自己多啲。咁我哋一齊嚟回顧下佢嘅呢個演藝生涯嚇。佢話當年咧最初係拍廣告入行嘅，喺90年代咧佢係香港4大名模之一。咁佢亦都係最後一個嘅 model 嘅 job 咧，仲同呢個巨星阿發哥合作嘅。咁佢話當時咧，佢同楊錚、歐陽妙芝、周文琪4個女仔咧拍好多廣告嘅。佢話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啱啱大陸啱啱開放啊，咁咧好多產品要喺香港攞翻去賣，咁大陸咧就好興拍廣告嘅，咁所以咧佢就有啲 job 咧接唔停嘅。佢話佢發覺咧拍1-2次廣告咧就等於自己成個月嘅人工啦。咁佢當時咧就喺寫字樓嗰度做秘書嘅啫。咁佢就覺得哇，我做1-2日就已經揾到人哋成個月嘅人工喎，咁我仲使咩要翻剩低嗰25日工咧？跟住佢就話同老豆講啊，佢唔做啦，秘書啊，即係啲寫字樓工唔做啦。咁佢老豆就同佢講，做咩都冇問題，你唔好翻嚟問屋企攞錢就得啦。咁佢話後生嘅時候咧，佢樣都好清純嘅，又留一把秀髮又長喎，長頭髮好飄逸嘅，咁所以佢都拍唔少洗髮水廣告嘅嗰陣時。咁佢話先後咧就有人問佢有冇興趣參加香港小姐同埋亞洲小姐，佢仲話係你嚟得嘅話就基本上都係有獎噶啦咁樣喎，即係有人暗示佢喎啊。佢話如果你肯選咧，你好大機會會攞最上鏡小姐喎。咁佢都覺得唔錯啊，呢個 offer，所以翻屋企咧就同人商量。之後佢老豆就話佢老豆反對喎，點解咧？佢話如果咧我個女咧為咗拍廣告着泳衣就冇乜所謂，但係咧佢就唔想個女着住件泳衣選美喺個台度行來行去。其實有啲矛盾咁，有乜唔同咧？係嘛？你拍廣告都係播好多次㗎啦嚇。咁佢話咧，佢老豆就接受唔到佢咁性感，咁所以咧屋企人唔同意，咁佢就冇選啦。但係佢覺得係後悔咯。佢話因為嗰屆嘅冠軍咧可以獲得現金獎100萬喎，喺90年代現金100萬喺香港嚟講都唔少嘢喎，就算而家100萬都唔少啦，係咪？咁江美儀佢就覺得錯失良機啦。成日都同老豆講笑咁講，佢話如果唔係因為我老豆我可能嫁入豪門添啊。咁佢喺95年嘅時候咧就決定移民喎。佢95年咧就移民咗去加拿大，但係因為咧冇咩經驗，又冇咩一技之長咧，好難揾食啊喺當地。咁亞視咧又突然間揾翻佢喎，竟然俾個機會佢，話佢叫佢做女主角喎。咁佢當時都覺得好奇怪，佢話：哇，我拍廣告啫喎，我都未演過戲嘅，得唔得啊？咁但係亞視又話你得㗎，咁所以咧，佢就96年嘅時候咧就翻香港就參加佢嘅第一出電視劇《肥貓正傳》啊。佢喺入邊咧就做一個社工嘅角色。咁佢話咧係以前拍廣告咧就人哋服侍你嘅，但係而家咧去電視台拍嘢咧就自己照顧自己嘅。咁佢話佢好彩啦佢撞到鄭則仕，咁鄭則仕咧好肯教人啦，咁教識佢嘅基本功啦。佢咁喺訪問當中咧，當記者問到佢，咁你點解由亞視又過咗去無線咧？佢就坦言其實就唔係話自己跳槽嘅，係因為咧俾亞視 cut 糧啊，咁所以咧佢就條氣唔順就唔續約啦。咁但係當時咧又要供樓喎，咁所以咧佢又抑鬱喎，咁但係咧後尾就經佢吳君如咧就介紹佢，咁入咗 TVB，咁起碼有份收入咯。咁佢喺2010年嘅時候咧，佢話就過咗嚟無線啦，咁就拍咗佢第一出劇啦，叫做《五味人生》，都冇乜印象。咁佢就話咧，新環境做嘢咧，最緊要做人要低調啦，咁佢就話佢都好多謝無線嘅，雖然自己唔係親生女喎，但係當時都係劇接劇㗎噃，即係成日有公開喎。咁佢就話咧喺
最近翻 hit 嗰出名媛望族當中咧，佢話喺劉松仁身上咧就學到好多嘢嘅噃。佢話簡直令到佢演藝生涯更上一層樓啲演技簡直脫胎換骨佢話如果鄭則仕係我嘅基本功老師，咁劉松仁就係提升我演員層次嘅另外一位老師。佢教我點樣去做好，提升自己，亦都教我點樣去做好功課。拍名媛望族嗰陣松哥有一句話到而家我都仲記得㗎。佢話你作為一個演員，你要無所不用其極，去令到對方同你配合，咁擦出呢個火花講係做戲啫嚇。咁其中有一場戲咧，阿江美儀就話佢自己就做呢個三太咁要挑逗劉松仁飾演嘅老爺咁佢喺入邊咧就着一套性感嘅黑絲配搭一個好性感嘅內衣啦。咁拍攝過程中咧，其實都好順利嘅，僅 NG 咗2次。不過咧，佢就話當年咧，可能係因為但係喺當年咧啲人咧，可能未咁接受得到外界咧係咁鬧佢，令到佢好難承受佢話佢記得10幾年前拍嘅時候咧，個個都用重口味標籤佢，又話你兩條友加埋100幾歲啦，仲搞啲咁嘅嘢，好核突咯，睇到都想嘔。咁佢話當時咧亦都好擔心會影響個收視，因為負評如潮好大壓力特別喺10幾年前咧，啱啱咧先開始有網民可以留言咁你突然間發覺日日都有人鬧你咧，佢話係好灰㗎個人，日鬧夜鬧。佢話好不容易出戲上完咧，做下一出咧，衝上雲霄2嗰陣時咧，又俾人鬧啲人話佢咧老牛食嫩草對住馬國明。咁佢就覺得其實自己做錯咩咧？我又冇殺你全家，咁點解你咁憎我咧？咁依家10幾年之後咧，江美儀就自己釋懷啦佢又覺得咧，好似去咗另一個時空咁以前啲人咧鬧到你鬼咁而家咧讚到你咩咁咁所以咧，佢依家就學識啦，你唔好咁在乎人哋嘅評價啦。哎呀，自己覺得開心就最緊要啦。自己覺得開心就最緊要啦。咁除咗黑絲襪成為呢個經典音樂之後咧，其實江美儀咧都有唔少嘅性感演出㗎，包括殺手飾演嘅鳳姐 Lulu 同埋令佢登上視後寶座嘅下流上車族當中再一次重現着黑絲襪嘅經典音樂。咁對於憑下流上車族封呢個時候咧，江美儀亦都坦言最初完全係冇信心嘅。佢話因為除咗呢個出劇咧係小成本製作啦，更現實嘅係身份問題咯。因為佢話我都唔係親生女又冇簽約，咁作為公司立場，如果我係經紀人我都想將個獎頒俾自己人啦，我要捧都捧俾自己人啦。咁點知最終咧，佢就爆冷攞咗呢個獎喎。佢自己就話簡直係光宗耀祖啦。最欣慰嘅就係阿爸阿媽同埋個妹都喺現場見證呢一幕。而呢一屆咧，除咗江美儀、陳慧同鮑起靜同樣都係亞視出身，喺台上頒獎嘅時候江美儀更加對住台下嘅陳慧講：我哋要爭氣咁但係咧就外界就話佢係好誇張啦。但佢話其實你都唔知我哋兩個背後幾多年感情。江美儀仲大讚陳慧個人有情有義曾經喺自己唔掂好擇使嘅時候咧借錢俾佢，等佢渡過呢個難關。佢話呢個女仔真係好夠義氣。咁做咗視後之後咧，佢嗰條路又唔係一帆風順即係高高低低佢話因為佢自己直率得滯咧，佢得罪咗人。當時拍呢個街市遊樂園嘅時候咧，就被指狂鬧顧紀君個仔顧紀君個仔，咁就引起爭議啦。咁江美儀就話：可能我樣衰咯，生得串，唔出聲，人哋就覺得我黑口黑面。佢話其實我哋兩個至今個關係都好好㗎。
佢話佢好多時都會同江美儀個仔一齊食飯，好多時都會同顧紀君個仔一齊食飯嘅。咁所以有陣時有啲嘢咧，唔好咁睇表面，其實我哋都係做效果嘅啫。但係諗唔到啲觀眾就信晒咯。不過咧，佢首次喺《親親我好媽》入邊第一次做女主角嘅時候咧，就有傳出江美儀要求改劇本，驚動咗高層要停廠4日為佢執靚個劇本，但係亦都係因為咁得罪晒高層珍姐啊！咁最後咧，俾個劇組封殺佢。咁佢就回應啦，佢話咧自己當時咧就求好心切啦，第一次擔正做女主角，咁又好緊張啦，成日想做到最好想件事係好嘅，但係就用錯咗方法，咁變咗大家咧都好有意見咯。佢亦都話嗰陣時因為太緊張，好敏感令到周圍嘅氣氛都好唔好啊。咁最後劇集播出嘅時候咧，收視同口碑都好理想。咁佢話都算為咗自己爭翻啖氣啦。佢話好記得嗰陣時咧，日日都俾人鬧，但係收視都算係咁。有一日咧，收視話去到30點我即刻打俾黃智賢，即係劇中嘅男主角係咁喊，係咁喊。佢覺得當時其實自己好委屈，但係好彩咧就爭氣，收視唔錯。今日講住咁多先，如果鍾意我嘅網友，希望你哋俾個 like、訂閱同埋分享，多謝晒，下次見，拜拜。